客家四合院的建筑相当罕见，不过呢，客家子弟彭作乾就从马来西亚进口了屋瓦，同时请了老师傅用最传统的工法来建造门楼，重现了传统四合院的建筑。只是很多人要问，为什么这么花功夫呢？除了是希望让到访的游客更了解客庄，同时呢，彭作乾希望让父亲能够重温古早的回忆。传统的客家四合院就位在苗栗南中的乡间小道，相当显眼。这是乡民彭作乾新建的古早建筑。欢迎你们！一砖一瓦都是参照传统工法，台湾没有生产的屋瓦就特别从马来西亚进口。而说到讲究，连迎宾门楼都大有学问。这个就是我们的门楼，它构造上就是说没有用一支铁钉，它完全用穿凿附会的方式把它组装起来。你看它这个地方都是用卡榫进去的。为了重现昔日客家建筑之美，彭作乾特别请来老师傅施工，从头到尾不是用卡榫就是用木钉，相当费功夫。有的话就是没办法卡，它就是用木钉，木钉穿洞，然后把它组装起来。屋瓦要进口，又得找老师傅把关，成本相当高。但学建筑的彭作乾坚持重现传统，给一些那些离乡背景那些客家子弟回来，还要有一个七角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的。回忆一下古时候，我们住的房子就是这种格局这样子。这么费工，除了想要让民众更了解客家，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让80岁的老父亲可以重温过去的客家生活。而感情很好的两父子也常常一起擂茶，回忆过往。以前总是父亲擂茶，彭作乾捧着擂茶钵，而现在由彭作乾接手，延续客家传统味。现在就是说，一般的话，像这个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大家吃大鱼大肉吃腻了，擂一些这个茶也不错。你就杯子没来啊？要传承客家，他们也保留擂茶文化，让到访的游客能够 DIY。看到儿子从盖四合院到经营客家餐馆，每一步都以延续客家文化为出发，感动滋味点滴在心头。就还凉爽了比较凉快了你吃那部就第一站出门凤凰就交通用便也办上。彭作乾做最道地的客家菜，弃建记忆中的客家农庄，依循客家传统，把对父亲孝顺的心转化成为延续客家文化的热情。熟悉的四合院里，一口擂茶，品尝浓浓父子情；一桌美食，尽享传统客家香。走进南庄乡间，彭作乾细心用砖瓦堆砌感动时刻。